歡迎大家收睇大型電視連續劇《外來撈屎本地撞》。今日又嚟更新劇情，睇下一個擁有30年駕齡嘅泥頭車司機，響下晝5點22分晚高峰禁行貨車嘅情況下，我哋嚟睇下佢嘅精湛演技。好，群眾演員埋位，啲細路仔坐後邊，前邊坐多個茄喱啡，所有人聽住認真啲。我哋呢條片要一剔過，冇得 NG。準備開機 ，camera， 外來撈屎本地撞 ，take one action。好，兩台車一齊着車，泥頭車響路口掉頭，等台撈屎，抽筋再開前啲掉頭。泥頭車注意，你後邊有行人同埋電雞，慢慢後，小心你後邊有電雞，收油。路你聽我指揮啊，唔好行住，撈屎掉咗頭，擺正個方向，快脆啲跟上去，挨住響泥頭車右手邊，泥頭車慢啲，撈屎上少少，就一就位，再多啲，慢啲，好就呢度停，撈屎打盡方向，泥頭車打盡右方向。俾少少油，懟埋前港度，好靚，角咗流 ，cut，good take， 前槓甩咗 ，OK， 攝影師埋位，女主角落嚟擺 pose， 不愧係奧斯卡金像獎最受歡迎女主角，演技一流，抵你攞獎。我打了搞個來，你們還沒明星。